过来麻烦你把手机关机，谢谢，谢谢合作，感谢配合。搁一件，等下咱咧唱敬拜学落的时，要徛起来。你若感觉你的骹徛无介会好势的时阵，你会使随时拢甲坐落来，哈，免客气哈，嘛免歹势。好，等下咱唱的时，有要徛起来时，你若感觉徛袂好势的时，你就会使随时坐落来，免歹势。要开始进前，咱用感谢、用祈祷来开始。甲主上帝讲，感谢伊，感谢伊，互咱个平安过一礼拜，过特别了的一年，用感谢的心。你若有啥物烦恼、重担、艰苦、忧闷的代志，你也会使甲咱的主上帝讲，求你甲我担当我的艰苦、我的重担、忧愁，因为听咱的祈祷，免歹势。好大，甲伊求讨。上帝，阮真感谢你，真正陪阮经过每一个日子，逐时逐刻拢甲阮伫底。阮虽然有忧伤，有拄着艰苦患难的时，阮知你也甲阮三甲伫底。阮相信你的手要保守。你的心要引带阮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阮真感谢你，互阮也有即个福分。今仔日搁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院，会当唱歌学乐，感谢你对阮的疼。阮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安尼祈祷，安尼感谢，将以下的时间交伫你的手。感谢你听阮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真正感谢上帝，平安，平安。请也甲你的边仔的兄弟姊妹讲平安，平安。真欢喜甲你三甲做伙来敬拜，感谢上帝陪咱行过春天、夏天、秋天，即马是秋天嘛，吼对吧？来，感谢上帝陪咱行过春天、夏天、秋天，相信伊也要陪咱经过冬天，一年四季拢甲咱三甲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地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地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手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地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切事上靠你胜过。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切事上靠你胜过。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感谢上帝陪咱一年四季，拢逐时刻、甲咱三个地底，也亲像早时伊对以赛亚所讲：你着刚强壮大，毋免阁惊吓，我要甲你相同行，我要甲你同在。咱相信伊也弹赢世事的关系，震动天地。咱起立三个来吟，来学习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贺。祝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贺。祝你的生意
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终点，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必死平安，必死不折地。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祝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祝你的生命已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必死平安，必死不折地。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必死平安，必死不折地。你必死平安，必死不折地。嘿嘿哟，嘿嘿哟，主你甲我同在。你的推高，你的歌，是喜乐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主爱跟对我。我要用你的接触，你感应眼光。再一摆，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主你甲我同在。你的推高，你的歌，是喜乐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主爱跟对我。我要踮伫你的厝，你感应眼望我。耶和华是我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亏一件，予我的地起草坡，抓到安全水边。伊予我灵魂坚强，带我行你的路。我行过死荫山沟，也望无惊灾。伫我对着面前，为我摆身上，你要有我的头，我好陪我。阮天主比阮对我，甲一世人无算。我要踮伫你的厝，你感应眼望我。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亏一件。予我倒伫青草坡，抓到安全水边。伊予我灵魂坚强，带我行伊的路。我行过死荫山沟，也拢无惊灾。嘿哟，嘿嘿哟，嘿嘿哟，主你甲我同在。你的推高，你的歌，喜乐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主爱跟对我。我要踮伫你的厝，你感应眼望我。
着面前，你我对着面前，为我摆献上，你要有我外头，我好陪我，阮天主比阮对我，甲一世人无散。我要踮伫你的厝，你甲永远愿我嘿哟，嘿哟，主你甲我同在，你的水甲你的光，时时拢安慰我。嘿哟，有主来跟对我。我要踮伫你的厝，你甲永远愿我。我要踮伫你的厝，你甲永远愿我。愿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咱搁一摆来想，伊的听对咱是怎样？咱是毋是愿意回应？等于叫咱来背十字架，对伊的事，你会安怎做？是毋是甘愿亲像以赛亚安尼讲？我伫遮，请差遣我。以赛亚讲，我伫遮，请差遣我。伊回应上帝的呼召。咱是毋是也会安尼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用这首诗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你的白，你从这阮相守，是希望阮困服在你。天顶的白，你创造阮灵魂，是要予阮时时学落你。天顶的白，天顶的白，你创造阮相守，是希望阮困服在你。天的白，你创造阮灵魂，是要予阮时时学落你。今日来到你面前，今日来到你面前，我着有相同回心，求你赦免阮的罪。愿意打开阮心门，求你永远亮阮心眼。天父，我愿意回应你的听，愿你做我做我。天的白，你创造阮相守，是望阮困服在你。天顶的白，你创造阮灵魂，是要予阮时时学落你。今日来到你面前。今日来到你面前，我着有相同回心，求你赦免阮的罪。大声回应甲主讲，天父，我愿意打开阮心门，求你永远让阮心。我愿意回应你的听，愿
一摆大声宣告，甲天父讲：天父，我愿意拍开阮心门，求你让我点阮心内。天父，我愿意回应你的调，让你做我做我。搁一摆宣告，甲主讲。回应你的调，愿你做我做我。是啊，天父，阮真正感谢你，愿意接纳阮忧伤痛悔的心，你愿意赦免阮所犯的罪过，阮愿意伫你面前拍开阮的心门，求你永远踮伫阮的内底，互阮知阮所行所做是要荣耀你的名。阮搁一摆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愿意伫你面前认罪悔改。阮感谢你，感谢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路，求你开阮的心，求你拍开阮的耳孔，通来听见、来看见你律法的指标，互你的话真侪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圣神帮助阮，会晓谨慎来遵守你所吩咐的诫命。阮愿意全心全意全力听主上帝你，阮也要全部靠你的名来过得胜的生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接纳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路。感谢主上帝，感谢圣神，感谢耶稣，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再搁来攻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要对安知你是我的心。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请去吟全首。
三角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38篇，传道书第3章。我来启应兄弟来应。天的万项事，拢有伊的期；事事拢有伊的时，生有时，死有时，灾情有时，好灾情的哭有时，笑有时，哀伤有时，跳舞有时，同房有时，温饱有时，亲热有时，冷淡有时，憔悴有时，失落有时，保存有时，放撒有时，拆有时，报有时，静静有时，讲话有时，疼有时，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我知上帝所做一切，拢会留到永远。袂加添，袂减少。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下面请圣歌对带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唱的是我是哈利路亚，学了我主。三角来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一书5章1节到5节。约翰一书5章1节到5节。1节，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拢是上帝的囝儿。疼爸母嘛会疼因的囝，
因所生的囝儿。咱若听上帝，搁遵守伊的诫命，安尼就知咱有伫听上帝的囝儿。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听上帝。伊的诫命毋是恶遵守，因为上帝的囝儿拢会当较赢世间。互咱较赢世间的，就是咱的信。较赢世间的是啥物人？兼毋是信耶稣是上帝囝的人。即时请吴牧师证道，伊要证道的题目是：神所造的人安怎会当得熟试探？人甲家己上帝和睦关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看到咱大家有看到冲绳不长发，是从长发陈发，真欢喜咱三甲会当见面看到雅慧是不是丽雅？金哈这女儿是不是说错了牧师很高兴见到大家那也很高兴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咱三甲见面，咱互相彼此请安，甲你边的人看者，至少3秒钟所以很高兴见到你，跟你一起敬拜神，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神。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施行公义的主，为着一切受捆绑的人，心愿的主上帝，阮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献上阮的祈祷。敬虔的心，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是带着坦然无有惊吓的心，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为着就是要望得到迄个有罪生命的怜悯甲恩典，互阮的生命通到随时得到帮助的快乐。主啊，你的话有讲，主你爱怜悯，无爱祭物。因为你来到阮的生命中间，毋是要钓义人，乃是要钓罪人。主啊，阮有时阵亏欠真侪时阵，用祈祷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阮时常靠家己，对主你的人物来了解阮所得到的救恩甲信仰，恳求主你怜悯阮。主啊，阮相信。伫主你的内底有恩典，你是好怜悯的主上帝。当阮搁一摆归主你倒转到伫主你面前来看主你的时，主啊，恳求上帝你赐福，伫阮大桥教会以及每一个伫观看直播的遮的兄弟姊妹、亲人朋友，阮伫上帝你的面前，阮着常常祈祷，心存敬虔、敬畏主你的心。来朝见主你的面，因为你所爱的祭物，是爱阮常常有一粒为着家己的硬心贪婪、欺骗、咒诅、无顺服的罪来忧伤痛悔，甚至来认罪悔改。主啊，当阮有这款的心甲生命的时，你欢喜要接纳阮，我嘛恳求主上帝。只是享受平安的心，互阮。当阮看见世界渐渐行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国家会攻击国家，真侪时阵有妖恶、地动，生命充满无平安的事，阮需要活出。既然对上帝所享受的生命的人，就通伫信心的功课顶面，较赢过这个世界。主啊，你的话有对阮讲，靠着听咱的主耶稣基督，咱就得胜有存。因为主你是对死亡中搁活的主上帝，阮需要伫圣神的引带内底，随时得面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试炼、患难，总是阮无惊吓。因为你一直甲阮三甲伫地，你要用你的话。通过阮每一摆，阮伫你面前的祈祷，来坚固阮的生命。这时，阮也要透过你的话语，搁一摆来领受主你对阮逐人生命的教导。愿你的灵充满阮的心，安静阮的灵，
互讲甲听的平平得到生命利益甲祝福。同心祈祷，奉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免。弟兄兄弟姊妹，相信伫咱即阵啊，你会体会到台湾无论是国际社会，咱拢咧经历一个无相款的事实，就是有真侪无相款的变动，一直伫咱的生命中间伫产生。这物件拢一直互我感触到，伫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拢需要经历叫做生命中的困难甲试炼。你有安尼相信无？我相信伫咱的生命中间，可能过去你有伫战争的时代，但是你嘛有经历到台湾侪环境的变化，进入到伫好的环境。但是咱会已经看见世界的变动，拢互咱看见，哪亲像圣经内底咧讲，末日敢若会到。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上帝互咱的生命有侪无相款的患难、困难甲试炼。圣经内面嘛有安尼讲起，伫诗篇66篇第10节讲：上帝啊，你捌试验我，磨练我，哪亲像云伫磨练相款。云伫提炼吼，伊必须爱提炼到安怎？提炼到足顺啊！啊，上帝透过伫咱每一个人的苦难的时，伫考验咱的信心，会当哪亲像迄云安怎？伫火会去即个磨熬炼的中间安怎去提炼出来迄生命？所以上帝伊允准苦难临到伫以色列百姓，亲像咱即摆看见即个以巴战争，咱可以想讲，即个上帝百姓犹太人、以色列人，伊嘛是咧经历即种战争，但是你会看见因的国家甲人民，因所看到的态度。甲反应是无相款的。其实兄弟姊妹，咱爱常常去思考，是安怎上帝要竞选咱？竞选咱到底是你伫试炼磨练到已经足顺啊，足有能力啊，你才通来服侍上帝，奉献予上帝。或是你是已经备办好，随时讲主啊，无论如何，我愿意拢来甲我使用，帮助我会当成做主你所采用的人。圣经以赛亚48章第10节安尼讲：我磨练熬炼你，无亲像磨练熬炼啥云啊！你伫患难苦难的路中，我就竞选了你。其实你爱注意哦，伫这段圣经在咧讲什么？咱知影这云吼，伊必须爱提炼到足顺啊，迄较叫做好的云啊。但是圣经讲，我提炼你，吼，即个磨练你，无亲像这。提炼即个云啊，意思就是讲，你还未磨练甲足顺，磨练甲足勇壮的时阵，上帝就安怎？就竞选了你。所以上帝竞选了咱，伊知影以色列百姓，因还未到提炼真顺的时阵，上帝就竞选因，因带因离开巴比伦，甚至安怎？因带因离开埃及的苦难的路、回路。所以其实咱会当看见。信靠主的人是何等大的福气，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到第7节讲，因此，恁是何等大的喜乐啊！但是伫百般的试炼中，拢是暂时的忧愁啦，叫恁的信心被考验，要哪亲像啥？比火试炼相款，安怎？抑个比迄个金啊，安怎？更较宝贵哦。通互咱伫耶稣基督显明的时，通得到喜乐、荣耀甲尊贵。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敢通因为环境变化来惊吓？其实毋免啊，你毋免惊，你反倒当你爱思考，伫咱的生命中，你安怎靠主得胜？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爱伫患难中靠主得胜。彼得前书第4章12节到13节，安尼讲：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我常常咧看，这最近这新闻媒体讲，这以色列的这
这国防部哦，一看到伊的选民、伊的人民安怎比例、比人质收押的时阵安怎，伊马上做一个动作，拍。无事毋是要教咱讲人啊，甲咱安怎，咱就拍，毋是安尼。我看见的是啥？我看见的是因清楚知，咱来了解以色列甲巴基斯坦，因有真深的一个文化、宗教、甲信仰上会足侪纠葛在里头。这是几啊冬的历史，这毋是简单咱普遍看到新闻所会当理解。所以当我看见为什么因会做这个反应的时阵，其实因有真清楚知影，这是上帝爱互因明白的事，就是爱去做。但是我嘛咧想思考，当咱拄着患难的时，咱是要安怎为着咱的性命来去做征战，做好的征战。注意哦，征战若是无好吼，会互你的性命受损害哦。但是你的征战若是好的征战，挑战会安怎？会为着你的性命带来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伫火炼的这个试验的中间临到你的时候，你莫感觉奇怪。有的人得着破病的时候，讲哇，我信主啊吼，是安怎我无得着上帝医治？我拄着困难，是安怎敢若无人帮助我？兄弟姊妹，咱真得爱因为咱拄着的困难安怎爱欢喜。所以今仔日完成这个咱的周报吼，阮得要看这个满足者的见证。因为这版面有较侪，咱伫后礼拜要来分享。我看见伫伊的分享的见证的内底，我非常的感动。伊真清楚知伫患难的中间，拢是上帝互伊真大的磨练。以来就是伊爱更加有气力，会当来奉献互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上帝竞选的选民是人生是有试炼的，生活有困难的，有病痛的。但是咱的生命爱需要改变无？是需要改变。期待你的生命会当伫今仔日。咱做伙伫圣经的中间来认捌，上帝要安怎帮助咱，互咱过着一个得胜、赢过试探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一开始，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讲，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什么是基督？我书常常咧讲的，救世主，不是就是那个主哦，是救世主哦，是救世主。是拯救世间人的主，这个主不是救世间人的人哦，是救世间人的主。你是我要尊你做主的，尊你做大的，这主要的，我要尊你做主要的。所以兄弟姊妹，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拢是上帝啥囝儿，听爸母嘛安怎，听因所生的囝儿。意思就是讲，上帝囝儿有啥物人？哈？即摆咱来，哈？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拢是上帝囝儿。安尼，什么是上帝囝儿？就是爱啥物人？愿意信耶稣是基督的人，还有了解无？所以哦，若毋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敢莫听？咱今日好好来思考这个功课哈。我感觉这是咱人生中需要去学习的。其实，伊圣经内底讲，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拢是上帝囝儿，互咱明白咱一项有一个足重要的。人要赢过试炼，靠主得胜，要安怎得胜？第一项你爱知影，人甲家己有毫无的关系无？就是他多我咧问的啦。假使若是看起来敢若伊无信主。安尼你敢爱甲听？为什么咱爱甲听？因为无人甲传的。甲你边仔兄弟讲，咱拢需要去传福音。有真侪人伊毋捌耶稣基督，亲像圣诞节，你还未来到教会，你敢知影耶稣是啥物人？你嘛毋捌对无？但是你通过伫教会人对你的关心甲关怀。互你知影讲，原来伫我的生命有侪我毋捌的代志，就爱照起工安怎来生活。这物件当你有了后，你会知影讲，哦，上帝遮尔啊疼我，互我无因为环境，无因为我的生活甲我的生命的病痛来递到软弱，甚至来递到失落，敢毋是？所以
咱看圣诞节吼，伊看起来已经无相款哦，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清，有较散哦，做操的吼，无毋对，甲你边仔兄弟讲吼，信主的人做操的哦，真正信主的人做操的吼，信主的人无迄个应用伫遐咧埋怨的，无伫遐咧应用安怎？应用咧等待上帝救恩无啦。信主的人是时常拢咧准备好家己，要安怎样甲家己，甚至着爱甲别人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要赢过试探得胜，你一定爱先赢过你家己啦。为什么？即个昨吼牧师咧关心即个咱爱常常为着遮个同啊升去各高中的遮个学生祈祷，咱为着总选祈祷。总选吼，昨吼我就咧问因小弟讲，恁哥哥哪无来摒扫啊？后来伊讲有啊，阮哥哥讲伊今仔日无要摒扫。我讲啥哪伊无甲我讲？我说为什么中选没有跟我讲？这个时间都已经人家要聚会了，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回去跟哥哥讲，好，请他要么就今天再晚他都要来打扫完。后来今天早上我就问了他弟弟，我说中南，哥哥怎么了？哥哥说他功课遇到很大的冲击，他觉得好难，他没办法突破。因为兄弟姊妹，伊的工课是读册，有责任爱家己的工课做好无？嘛是爱呢。牧师的要求足严格哦。你要做上帝工，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嘛得爱安怎？爱有见证呢？你爱顾好呢？袂使讲你来教会做无用，但是你倒去厝里，甲你的囝、甲你的丈夫、甲你的太太安怎设性地袂使呢？因为我足忝嘛，我伫教会足忝嘛，袂使呢。所以吼，信主的人有真好的生命的管理甲智慧啦。所以咱要知影，信耶稣是基督，也就是你信耶稣了，你知影耶稣会安怎？会救你啦。伊是救世间人的。所以咱既然是上帝所生的、所创造的儿女，咱就爱有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爱面对的事。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定伫即阵啊吼，你拢咧看新闻媒体吼，我毋知影你开偌济时间咧祈祷，还是开偌济时间咧看了，你还讲吼，这真正吼啊那，这无共款啊。即种的基督徒，当伊看了，伊会知影，伊的生命就爱好好为着即个世界，为着领袖，为着即个国家，甚至为着咱的政府，即马做咧选举的中间，在面对遮个代志的人，咱拢爱常常为伊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即礼拜上帝互我真深的体会，咱人吼真容易受引诱啦。我个人啊，放假的时阵吼，真爱牵我厝里的人走去钓鱼啊。因为我知影钓鱼啊，上帝拢会赏赐足侪鱼啊，互阮兜。互我一礼拜拢毋免惊无鱼通好食，这是真的哦。但是足奇怪，即礼拜吼，我拄好牵我的爸爸去钓鱼啊。我嘛招泽恩甲泽宇，我的大汉的甲第三个招因去。我希望讲会当小可互我的牧师娘小可较轻松的。结果我带去咧，我就看我爸爸伫遐钓鱼，放两个囡仔吼，讲恁去遐丢石头，因两个就伫遐等水吼，等海啦吼，伫遐咧等温啊吼，等等了后咧，暗时转来，我就欢欢喜喜嘛流足侪汗。暗时转来时咧开车，我咧开的中间，我甲我爸爸听着一个声，敢若车去搞着什物物件，阮两个落来咧看恁啊吼，嘛无代志。后来隔工呢，早起呢。10月10号是我的第三个即个雨恩吼的生日啊！即天的生日吼，阮就全家带出去吼，去食饭，食了想讲去甲买一个蛋糕。结果准备要去买蛋糕的时阵，我看到我的挡风玻璃吼，它拄破一空吼，迄有像树枝状安尼，我讲迄啦，玻璃破去。咱知影一台车吼，这挡风玻璃若破的吼，就是准备要开出侪钱啊嘛，对无？即摆吼，我就开启即个看有人会当补即个玻璃无啦。即个补玻璃即个师傅伊甲我讲哦，头家，我甲你讲啊，即种的吼，这我已经无法度啊，爱换掉啊。我甲你讲吼，这吼看起来敢若是人恶意甲你
甲你讲破。我讲我奇怪，我昨下钓鱼较有一个人的恶意甲我讲破安尼啦。结果吼，我看到下底头前即个引擎盖啦吼，把即个引擎挂吼，顶面吼有小朋友咧画像啊。我规个风火拢起来啦吼，起来我就想讲啊，就是昨哦，阮两个囝吼，伫遐牵石头吼，牵咧吼，无小心甲我牵着我的玻璃啊。哇，牵咧搁伫遐甲我画图咯，我心内是气一个吼，行，拢转来，恁两个甲我批电话嘛吼，转来就开始摕批单吼，啊啪啪啪啪啪啪，每10分钟就一个人讲5个，讲甲我手哦拢无力。最后我讲啊，迄个阮牧师娘甲我讲，啊你气消啊未啊？我讲消啊消啊，我的消啊就是讲吼，我嘛毋对。我伫思考的中间，我讲主啊，我的囡仔是安怎安尼做，我毋对。为什么？后来我的爸爸甲我讲，你啊爱收心啊，收心了。囡仔生了吼，你爱好好陪你的囝。好好陪你的囝去佚佗，陪你的囝去做应该爱学习的事。我认为兄弟姊妹，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有血有肉、有肉体、有感情、有欲望的人，拢真容易变心啊！变什么心？因为环境而受影响啊，不是吗？我的情绪会不会受影响？会。不是我木者我袂受气呢，我气一个安怎？吴语言，今天晚上你的生日蛋糕没了，因为爸爸要花了1万块来换这个挡风玻璃，1万块我算过至少10几个蛋糕，600块的蛋糕啊，我没办法接受，而我也要让我的孩子学习。迄当时的我认为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因为你无要甲管教嘛。其实是伫万分这个囡仔，期待这个囡仔放纵家己嘛，人讲伊安怎非放杀啊，这个放杀伊家己的性命嘛，互伊互罪较赢嘛，这是万分你的囝，所以你爱管教，疼惜你的囝儿的，就爱随时管教。伫我的观念是安尼，但是当我好好去认真去思考，其实箴言圣经内底箴言书箴言这个经典，其实伊内底有真侪。讲到要安怎着爱用温柔的态度的生命，去建设一个好的做老爸的啥的形象啊。所以，甲你边的每一个兄弟吼，特别是做丈夫的吼，拢爱甲伊讲，你爱甲伊讲，你要有一颗温柔的心。好，男生哦，每一个男生哦，要跟男性吼兄弟爱甲伊讲，你要有一颗温柔的心吼。各位兄弟姊妹。约翰一书，咱今日所看圣经在第4章，安怎讲？因为上帝囝儿拢会当安怎？较赢世间呐！互咱较赢世间的就是啥？咱的信。你有信耶稣是你的基督，会当救你无？我就想着讲主啊，毋是我用拍就会当管教我的囝，我着爱对你的信心，常常甲我的囝讲。你的生命是上帝的，你着爱对你的行为负责任，你爱对上帝有信心，爸爸嘛对你有信心。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上，当咱的信靠主的信心若有法度较赢世界，你着有法度通知影咱的信心是建立伫倒位。你有承认你是上帝所生的无？阿免，这种信心嘛。甚至你要知影，人甲家己是毋是有合一啊？合一是啥？是身心灵哦，不是只有你说，然后做得到而已哦。有的人说得出来，做的也做得到哦，可是心里面不甘心呐、啊，甘不是在灵里面他不愿意的。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讲伊全心全人要奉献、听主、学了主，这是一个身心灵拢爱完全摆上的呢，不是简单黑白讲的呢。所以人甲家己若我当和睦，自然就应该爱培养出一个啥好品格。所以我的思考，我等你拍囝敢对？其实唔对，唔是拍袂使，
是拍的方式的品格毋对。所以兄弟姊妹，伫困境的中间，你会选择啥？你是选择逃脱，还是迎战？当世界看见有遮尔纷争，有遮尔侪战争，有可能发生的事，你敢通好避免吗？咱通好有智慧，爱去认捌。到底台湾，到底咱是真做台湾人，到底咱真做基督徒，咱是要安怎面对咱所拄着的挑战？我就咧想讲，今仔日若是遮个哈马斯即个邪恶，即个充满着即个即哪亲像黑社会，黑手党哦，因安怎掠遮个巴基斯坦人？注意哦，是巴基斯坦人，互因安怎带来甲因训练做歹的，然后安怎来去砍以色列人做对敌的时阵，其实歹是歹什么人？毋是歹伫巴基斯坦人，是歹伫什么人？歹伫哈马斯。所以到底咱是要迎战无？当若假使咱的亲人，亲像以色列被掠的这百几个人，请问你的心是啥？我相信你的心，跟以色列政府同款，若换做是咱若被倒一个国家互人掠去的时阵，你会希望啥？你会希望你的国家 fight 无？敢毋是？当然啊，国家，你要救阮的亲人啊，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课题。当咱伫困境的中间，你会扭曲真相无？还是承担后果？甚至呢，你是会伫迄中间去安怎？为着要收不义之财，还是甘愿受损？咱看台湾前一阵啊，鸡卵嘛，敢毋是？鸡卵的事件，其实你若认真去甲看哦，其实你会看出一寡端倪哦。但是真侪无相款的党派，因是用无相款的角度咧看待咱即摆政府哦。其实有足侪细节的物件，咱拢无看见。所以兄弟姊妹，伫基督徒伫困境的中间，牧师无要教导咱，甲咱讲什么事，你着安怎做？我袂甲你甲恁讲。我期待咱爱有智慧，爱伫困境的中间、环境的中间，你爱去做思考。所以兄弟姊妹，箴言20章27节讲，人的心灵是上主的灯啊！人的心灵是上主的灯，查明家己的心思意念啊！所以真趣味，这段圣经在咧讲起，人的心灵会当做上主的灯呢。你的心灵，你明知影什么是毋对，但是偏偏你做出来就是安怎，就是歹的。所以我真深体会讲，其实人的本性内底，当咱的心内当愿意有一粒疼人的心，我相信你的心内知影要安怎去疼人。所以咱今仔日吼，咱就后礼拜拜三甲后礼拜2礼拜拜三吼。咱教会有开始要接待即个将近32位的即个弱势族群的即个里面。今仔日下晡3點嘛吼，是3點到4點吼，咱有短时间要来做教導咱的同工，甚至来分享要安怎来带即个里面做伙来做即个相交。吼，所以咱若有咱若是会使的兄弟姊妹，你伫周间拜三。会当来出席的，日时啊，咱是日时啊，早起是11點到12點，咱要来可款待这个里民，这个弱势者，帮助因做一个香膏，互这个馨香之气，互因学习在制作，让我们在陪伴关心当中建立关系，然后将福音带互因，最后我们就将这个礼券1000块来给祝福，所以这个活动是足好的，上帝通过无同款的单位。互咱会当对心底会当庆出这个会当关心人，将福音带出来的机会。所以牧师期待咱拢有机会，咱来做参与。若是你时间上会拄好，你会当来看看。你若无要参与无要紧，你会当来看来听，你来认捌，阮咧讲啥，阮咧做啥。这是一个足好的工作。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所要爱做、所要做创造的人，伫灵魂体中间，咱爱知影哪亲像。这种和睦的关系，
的亲像咱的爸上帝同款，他的身份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一样，不同的身份，却是代表着在让人和人看见，原来有这样的形象，在咱的生命中间，咱嘛得爱互伊和谐一致啊！你的身心灵有没有一致？你的心若无一致，你会感觉安怎？你做无力，对无？哦，但是当你的灵若无含你的心甲身体一致，你就算你做啊，你嘛讲啊，你嘛想啊，你去较安怎做，你就感觉没有盼望。所以兄弟姊妹，人就爱好好专心专人听上帝，一定得爱学习。甲你边仔兄弟讲哦，你的身心灵要一致。好，身心灵一定要一致哈。第二个，人伫试探的中间、试炼的中间，要安怎过着得胜的生活？你得爱甲上帝有好的沟通，爱有好的亲密的关系。今日圣经在安怎讲？讲咱若听上帝，佮安怎？会注意哦，爱遵守伊的诫命哦。安尼就知咱有伫听上帝的囝儿，就是讲，你若咧听上帝。你若听上帝，这咱拢知，你会，咱嘛拢有。但是你讲，你有咧听教会兄弟姊妹无？嘛有哦，你嘛有哦，你嘛拢做到哦。但是有一点哦，你无咧遵守诫命啊，你嘛无要奉献，你嘛无要守安息日，你嘛无要友好父母，你安尼心爱作贪嘛，心贪嘛。但我会甲咱讲10条诫内底就是啊嘛。圣经讲哦，听上帝佮守伊诫命的，安尼就会知影咱有伫听上帝的囝儿。所以听上帝的囝儿，嘛着爱安怎？是爱有遵守诫命的呢。你讲你有听上帝的囝儿，有咧听人，但是你也无要遵守诫命吼，安尼乌白非雷、乌非乱做吼。请问你听人哦，人看你甲我听，敢若有目的的。敢毋是？你听我敢若有规矩哦，敢毋是？这就是无咧遵守诫命的人所互人的感动感受啦，了解无？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要听人，就爱大声做一个守规矩的人。来，要听人，就爱先大声做一个守规矩的人。吼，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清楚知影，圣经就安尼甲咱讲，遵守上帝诫命就是听上帝。伊的诫命毋是恶的遵守的，兄弟姊妹，圣经约翰福音书14章15节安尼讲：恁若听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令。基督徒的10条诫，10条诫，互人对罪恶感其实是会有一种提醒。但是有真侪人安怎无拄好好去思考？有机会你会当好好去看10条诫，其实是无同款的信用团体。这个奥古斯丁的时阵，天主教、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时阵，包括犹太人咧看的10条诫，拢是无共款。撒玛利亚人因咧看10条诫嘛无相款，无数有小可整理出来但是咱会当用10句话足简单的，就是安怎？除了我以外，第一个无别的上帝；第二个毋通调侃偶像；第三毋通妄称上帝的名嘛，对不对？第4条诫，守安息日，你要来聚会哦，爱来礼拜堂来聚会。第5，尊敬你的父母，友好父母。第6，毋通杀人。第7，毋通犯奸淫。第8，毋通偷窃。第9，毋通做假干净。第10，安怎？对，别人的某，别人的萝卜，对不对？有侪咱伫即个长老教会即个啥？信用个别内底拢有讲到，毋通贪婪。我头拄有讲贪心，人会贪心袂？会啊，我头拄仔咧讲啊，为着迄1万块的玻璃，我有贪无？我嘛是贪啊。我贪安怎？我的囝生日，这足宝贝的时阵，我最后用啥物方式呢？我跟他带记得，但是我的囝一直甲我讲：“爸爸，我的蛋糕嘞？”我说没有了。我贪取他喜爱的蛋糕。对啊，人拢有一个贪嘛，对无？我期待讲我呢至少我用胜过嘛，敢毋是？我嘛是贪嘛。
所以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感受。所以兄弟姊妹，其实10条戒有真侪人袂爱遵守，但是其实10条戒对传福音的工作足重要。有一群去到南美洲的这宣教师，到伫这印第安人的中间咧传福音，一开始印第安人拢无欢迎，因安怎用什么款的方式咧甲因传福音，因拢感觉无欢迎。后来这群宣教师因就改变策略，改传10条戒，教因讲唔通做啥，唔通做啥，唔通做啥。这印第安人当认捌着，家己有罪，爱悔改。所以呢，这10条戒当互因感觉有罪恶感，最后当因为安尼来认捌耶稣基督。10条戒，佫有一个咧，14世纪英国的国王詹姆斯一世，伊将英格兰甲苏格兰这中间的这个人民吼，甲因迁徙到放远真寒冷的所在，这个爱尔兰叫做雅鲁斯达的地区。这个百姓有一部分，大部分拢是罪人呐。无受真好高等教育的平民，苏格兰教会因着派宣教师到伫放远的这个所在来对这个人传福音。一开始这个人拢无愿意来安怎？伫这寒冷的所在吼，然后来听这个因所讲的这个福音嘛。最后这个宣教师做什么代志？嘛是安怎？传10条戒。所以真趣味，10条戒其实对一寡人来讲，嘛是安尼来得到福音。咱即马教会吼，咱的青少年同工治安吼，我感觉伊有一个真特别的文书能力，就是伊用听，伊用一个足简单，就是会甲伊教囡仔，讲你安尼袂使进，你安尼袂使安怎做，袂使进。伊有真清楚的原则，知影囡仔倒一部分是袂使进的，伊会安尼甲伊教导，你袂使安尼做，你得安怎做。我感觉即种的方式，某一部分就亲像咧教导10条戒共款。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爱清楚，咱要安怎样甲上帝有一个真密切合一的关系。其实咱会当做的，就是透过祈祷。兄弟姊妹，你会晓祈祷无？期待我今仔即马要讲的哦，会当帮助咱。你可能唔知影要安怎祈祷，可能你嘛感觉你有咧祈祷，但是佫敢若无啥效果。吼，我期待咱会当佫较清楚检视看卖，到底你的祈祷是虾米款的祈祷？第一项，祈祷爱安怎？爱清楚明白。你有清清楚楚咧讲清楚，你咧讲啥？好，要安怎了解？祈祷吼的词句啊，讲的话爱安怎？简单明白扼要啦，唔通模糊不清啦。好，唔通安尼敢若主啊，帮助我，奉你的名祈祷，阿门。啊，帮助你啥物？了解我意思无？咱有当时咧带人祈祷嘛安尼呢，敢毋是？主啊，帮助阮，帮助阮。主啊，阮有足侪需要，帮助阮。主啊，引带阮，引带啥？了解我意思无？咱咧带人祈祷是安尼咧祈祷呢，但是这物件你无清楚，讲袂清楚，讲袂明，互你带的人敢会清楚？他也不会清楚。所以兄弟姊妹。清澈真重要，好，那模糊不清，互相带祷有要紧无？非常要紧。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会为你祷告。有的人袂爱带祷，因为安怎？带祷去带人祈祷吼，要有压力，会怕，对不？可是带祷重不重要？很重要。圣经内面有讲到真侪，咱爱去为人来做祝福，为人带祷，为伊的需要来祈祷。保罗伊写的批信有足侪拢是安怎？或者的教会拢安怎？恁得为我祈祷哦，互我做的服侍会当安怎？搁较好。所以咱爱知影互相带祷非常重要。所以咱知影沟通的中间是爱通过简单明确。好，沟通当中最好的2个伙伴把它记起来，简单明确。所以祷告要清楚啦，要明白啦，你要明白你自己在讲什么。第二个。咱来调整祈祷的焦点啊，啥物？到底是你的心意还是上帝的心意啊？有真侪人祈祷大部分拢是咧求啥？求改变我的环境，互我会当得到更较丰富的啥物财富、能力，
我常常咧想讲，啊，你得到这财富是要创啥？啊，看你嘛无咧奉献，啊，上帝搁较互你较侪钱，够路用？无路用，反倒等下互一个人毁累、对了，甚至安怎贪婪。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赏赐互咱丰富，是要互一个人搁较有能力去做好的管理。因为上帝信任讲你是已经备办好，会当做好的管理，敢毋是？所以我会记得咱大桥教会，当咱对即个行啊内底小小间教会到底，当下咧使用者的时阵，逐个人拢有一个反应，牧师，迄钱哦，真多呢。咱来纳的钱有真多无？有呢，变多啊呢。逐个人拢讲牧师，迄莫用啦，迄莫用啦，迄莫用啦。我讲毋对。这物件你若无要用，安尼代表你无能力和管理啊。上帝会互一个人会当互伊的丰富的眼界变拍开，一定会通过伊的行为甲行动，有法度安怎拍开伊的能力，互伊有法度去做管理啊。所以上帝若要互你足侪钱，但是你袂晓管理钱，上帝敢会互你？原底上帝要互咱丰富哦。但是当你无法度管理的时阵，上帝无可能互你啦。因为上帝若互你会安怎害着你嘛？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心意是啥？最重要。祈祷若无去超出上帝的心意，有真侪时阵，迄是咱家己的心意。另外，心中爱默想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咱看新约圣经内底，真侪时阵耶稣伊所讲的咧，对门徒咧讲的，拢咧讲起爸甲囝的关系，有无？讲起葡萄树甲枝的关系，牧者甲羊的关系，萝卜甲主人的关系，老师甲学生的关系，我甲佫有真侪种的关系。牧师估这个要互咱明白，你咧祈祷，你有咧思考，你有在思考你跟上帝的关系吗？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密切了，我告诉你，你的祷告就会跟上帝一致，你会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所以兄弟姊妹，心中会当甲上帝去契合，契合的人，祈祷才会带出，这有些话炸掉，才会带出什么？带出果效。祷告要带出果效，祈祷要带有快乐，是因为你的心有甲上帝契合，毋是你甲你家己契合，你甲你的需要契合，毋是，是你的心甲上帝契合。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咱爱搁一个真要紧的祈祷的工作，叫做活出，活出祷告的内容啊。有当时咱咧祈祷讲，主啊，帮助我，互我的环境改变。啊，你环境改变要安怎？你爱整理家庭无？你爱款无？啊，你平常时人无要款吼，你搁安怎求上帝，互你环境吼？啊是要改变啥物啊？要互你较侪钱去搬厝吗？换一间更较大间的吗？应该毋是吧？教会嘛同款呢。教会换环境有变大无？咱教会有变大无？实际平数是无啦。但是咱的空间实际用起来来讲，是比旧底咱旧教会更较好啦。但是咱的管理无，爱呢，咱的管理、咱的使用的方法拢已经改变啦。咱有挖出来无？大家人拢有责任。所以兄弟姊妹，第一，祈祷的内容甲做出来有没有落差？你爱思考，你爱常常问啊。甲你边仔兄弟讲，有机会我要甲你讲，我的困难是啥？佮甲你边的人讲吼，我有啥物困难吼，我有啥物问题，你著爱甲我讲。来，甲你边的人讲，我有啥物问题，我有啥物困难啊，你爱甲我讲。我感觉这趣味哦，有的人袂爱哦，对倒位会咱看出来。人若甲你讲啥物话的时阵吼，你会生气无啦？有的人啊，听到人甲你讲你安怎，你可能倒位吼，敢是会当来改变吼，你会气噗噗啦。我过去嘛安尼啊，我妈妈常常，你莫看牧师讲到了，牧师讲到了，转去暗时啊，牧师妈就去甲我检讨啊呢。你今仔日吼啥？我一开始听到吼，爸爸妈妈，我是做牧者的，我都心我拢甲上帝讲，你搁来我讲这要创啥？我妈妈就甲我讲，这是我做一个会友听起来感觉啊。
真有理啊！我后来想想，我讲，这就是祝福啊，敢不是？他帮助我，让我在讲道上，我没有办法站在听众的角度去感受到的。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哪会当找到有知心朋友，人会愿意要甲你讲，是因为伊疼你，伊甲你当作亲像家己人，希望你会当成长。所以你的生命若有这种陪伴心，你的生命会受祝福的。你的生命就没有盲点了。所以兄弟姊妹，你要坦诚接纳他们的意见，你避免维护自尊心来做辩解啦。好，我告诉你，这才会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实的试探、试炼、困难的中间，会当克住得胜。我们真的要相信。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节，罗马书8章31节到39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有甲恁帮助无？莫甲恁讲吼，兄弟姊妹，咱甲什么人甲恁帮助啦？至少咱知影上帝甲咱帮助嘛，敢毋是？啊，那上帝人甲咱帮助，什么人咧甲咱讲啥？敢若袂输咧甲咱攻击，敢若咧甲咱刺激？你唔免烦恼啊，无人甲你抵挡啥，是你家己咧抵挡你家己啊，敢毋是？但是咱来相信哦，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是靠得住。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就是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不也是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在替我们祈求祷告。圣经讲，保罗讲，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是刀剑吗？这有亲像咱即摆咧看的国际社会，有无？战争咧临到的时，你的心会惊吓袂？其实你唔免惊吓。圣经安那咧甲咱讲，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然而靠着，来，我们一起来念好第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咱看耶稣基督安怎为着咱来死。咱嘛得常常爱思考，我们如何从上帝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是为人舍命的。你愿不愿意为你的家人、为你的亲人、为了教会、为了上帝、为了国家，来付上生命的代价？其实我也看到新闻媒体讲到一个30几岁，一个美国的企业家，伊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伊听到伊的国家发生战争的时，伊就马上放的所有工课，冲回去以色列国家。伊的太太讲：“你想要安尼做？迄是伊的国家。30几岁，伊有伊的事业，伊有伊的产业，但是伊爱的就是迄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国家。兄弟姊妹，你真做一个信主的人，咱伫社会接触，有侪侪你的朋友、亲人甲重视的同事。”会开始甲你问，你安怎看这项代志？你就要好好伫上帝面前求讨智慧。我们自然而然在众人的面前做一个好的，能够为主所称赞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阮伫你面前是何等的意爱，期待阮的生命会当伫你的智慧的话语的中间，帮助阮。互阮会当真实成做主上帝你所疼的百姓。当阮看见世界的灾难，无论是火烧、水灾、
瘟疫、地动、战争，渐渐伫阮的面前显明的时，主啊，你捌对阮讲，要注意，毋通惊吓。阮更加需要伫祈祷的中间，恳求主的祈祷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来向主求讨平安的性命甲智慧的心，来防止一切假消息甲假基督、错误的媒体消息。主啊，你有讲天地会废无，但是你的话语永远袂废无。你要爱阮做一位忠心的奴仆，好好管理你所赏赐予阮生命的产业。当有人接近阮的时，阮需要用喜乐的心、欢喜的心来迎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嘛知当有软弱的人，阮吐开埋怨的时，阮需要智慧的心，用阮的生命带互因毋忘。当有丧向的人接近阮的时，阮需要气力、智慧的心，通陪伴因解决因的困境。主啊，伫阮的生命内底，阮知要做一位无有空占土地的基督徒，阮需要更较大的决心甲生命的智慧。恳求主你用你大能的气力，做阮生命的辅助甲帮助，互阮的生命中间会当认真来做生命的管家，尽心尽力来服侍主、服侍人，认真报传福音。伫阮所接触的每一位家人、朋友、同事，阮拢会当用主你听的话来去听因。有计谋的，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相彼此饶恕赦免；有纠纷的，阮要伫祈祷中互相找求彼此会当讨白的话语甲智慧。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主啊，阮的生命有侪侪人兄弟姊妹有软弱、有病痛，特别阮嘛要为着英男兄弟伫最近因为跋倒来致到伫身躯的软弱甲软弱，也恳求上帝你亲自来医治固守。阮嘛要为着阮无来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当因伫软弱、病痛、破病中间的时，求上帝你亲自怜悯，搁一摆来甲因医治甲固守。听阮的主上帝，当阮认真找求知识财物、气力、信仰的生命时，求上帝你将你活命真理的话来充满阮的心，帮助阮伫日常的生活，伫搁要来一礼拜，阮会当更加有气力为主你做好的征战。同心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个时无需要邀请咱做伙坐咧，咱做伙来吟一首圣诗啊，主上帝正手。这条歌曲讲起主上帝正手，毋望上帝成做咱的帮助，伊用无相款的气力，用仁爱关联来引带管教咱的生命，帮助咱的生命更加有气力来做好的征战。咱做伙坐咧吟吼，坐咧吟。心里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
主的正手常常安慰咱，真做咱的帮赞，常常互咱伫祈祷中来超找上帝的心意。但请咱的边仔的兄弟姊妹讲，主的正手要帮助你。这时，请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即时啊，若为着以下的公道事项祈祷，请咱看内页的公道事项，请咱开声来祈祷。
慈悲怜悯、恩典满满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会当伫你的国度内有份。愿阮成做你的器具，互你采用。恳求你圣灵保守阮的心怀意念，甲所作所为，拢顺达你话语的教示，用真实的爱回应你对阮的疼。主啊，感谢你听阮、拯救阮，行神迹奇事伫阮教会、甲阮的身上，互阮无得到欠缺，嘛为阮征战，赢过受到的攻击，更加成做阮的保护，时刻甲阮同在。求你施恩帮助阮，互阮伫生命中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拢专心仰望你，倚靠你，用敬畏的心，遵行你的诫命、你的道，互阮得到丰盛的性命。我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做伙来看周报。圣港事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人旨意。教会消息：第10月18到10月25拜三上午11点到12点，本会举办死所爱无限社区的关怀活动，请参与关怀兄弟伫今仔日下晡3点到4点参与试做招待服务说明会。第2本周拜六10月21，提摩太牧区举行户外活动，请参加的伫上午8点半集合出发。当日暗时华语礼拜暂停一周。第3下主日10月22，主日后11点到12点举行新楼社区卫教讲座，主题是预防失智，做伙来办桌游。邀请兄弟大桥里面共同来参加。当日中昼有备午餐，欢迎兄弟若无参加，会后小组暂停一摆。10月29恢复小组聚会。第4 10月29礼拜2点半到5点半，为转化教会体质团体，本会共10个同工参与读书会，地点伫大湾教会。请参与的有先预读领袖21特质，第1页到42页。请中级同工牧师领册，嘛请兄弟为着教会服侍同工的装备代祷，求主赏赐智慧力量，伫服侍主的人的工人。奉献部分后错误请过价无更正。请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因为你若对上帝生的，脚赢世间，也迄个所有脚赢世间的，就是咱的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5章4节。你们请牧师播请报告。真欢喜，咱三甲做伙来敬拜主吼。伫接续就是咱即个拜三，嘛请咱继续为着咱即个事工来祈祷。相信咱的教会，其实咱的同工，即个协会长老吼、长马，即个1919的救助协会，他们每2个月吼，每2个月就做一摆的训练会。伊去训练了，伊会将这个资源带转来到伫咱家己的教会来做训练的工作。就是会当培养咱会当做伙来做社区。真好的帮衬。伫11月，敢若初2 11月第1礼拜的时阵，咱需要咱一群愿意要来参与的这志工啦吼，咱要做伙去到伫大同川教会来做观摩。
因为咱未来咱要明年吼，咱会推动做伙来学习做旺德福。旺德福就是咱社区的工作啦吼，社区的即个互咱的里民有机会进入咱的教会，或是咱会选择伫即个活动中心、大桥里活动中心。这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就是透过有真侪里民，因无法度好好伫活动中心做组织的时阵，我相信咱教会伫即个所在边仔要4箍恁等真侪公务吼，有真侪独居的人有机会因若我通过即个旺德福来参加类似社区大学，然后伊伫参与的中间，伊的囝儿会看见教会伫所做的工课，有机会伊会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工作。未来有机会，咱将即个福音毋若带互遮的老人，嘛会当通过安尼来带互因的亲人。所以我相信这旺德福是非常好的一个社区的工作。期待咱未来，咱会当得到即个资源，然后咱教会好好来推动。但是要推动就需要同工啦需要一些壮年或者是老年人，我们大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行动方便的牧师都非常期待我们大家一起来投入参与啦那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放在祷告当中。那牧师在这边也来介绍一下，应该没有新朋友了金华这女儿叫做加纳，对加纳欢迎她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请起立让我们拍手欢迎还有那个惩罚，对不起，每次牧师都叫做惩罚啦他现在在高雄继续念研究所了求主祝福他能够尽快完成是需要智慧的要完成学业真的是需要智慧那我们求神帮助，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这些高中生的青年他们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去学习。好，这时咱互相做伙起立咱互相请安，互相答礼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平安，先知姐，欢迎你来。平安，平安，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美英姐、金蛋姐，跟我们大家认识。平安，不要紧，卖客气。平安，美英姐，平安，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加纳，上帝祝福你，平安，干嘛这还可以过暑那情况平安，平安，平安。这位来请行互咱出去做一回，行互咱出去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来加听做一回，行互咱出去做一回。因为牧师有一寡代志是要邀请咱报告咱请坐。请咱嘛继续为着即个英男兄，因为这几日因为跋倒，所以遇到有一寡问题啦所以今仔日淑芳长老也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咱为着英男兄，咱嘛牧师也要邀请咱为着咧顾囡仔的无论牧师娘还是金霞姐因为牧师觉得我昨天牧师因为婚宴小组因带出去，包含牧师娘带去昨是牧师头一摆真正有囡仔4个囡仔以来头一摆顾规工的，对下早顾到下晡我就感觉讲各位在座的妈妈们，你们真的辛苦了所以呢，我觉得教会如果我们要鼓励现在的社会年轻人，鼓励他们做生育的动作，我觉得家庭各位的每一个父母亲，或者是做这个阿公阿嬷的咱拢爱备办咱的心会当做一个好的教育，咱爱为着金华这祈祷伊即马咧嘛咧斗顾囡仔啦所以为着顾囡仔的妈妈其实我们有几位朋友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顾孩子，为着顾囡仔，通常拢会先选择就是家庭甲信仰的关系，要安怎做取舍。所以咱爱常常为着咱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我相信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工课啦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对细汉到年老的，咱拢会当关怀的到，互上帝，互咱有教育的气力来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啦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上营的诗，上营的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咱伫上帝的祝福所享受的平安的内底，享受永远的快乐。互咱的生命常常倚靠主，无论得时不得时，拄着患难、试炼、病痛的时，上帝有缘甲咱三角伫地。愿咱的生命常常经验上帝平安甲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大家三角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